呢個係關於一休禪師嘅一個故事。有一次佢喺行腳途中帶住一位徒弟同行，兩個人行到一條河邊。平時呢條河水好淺，咁人多數可以涉水而過，但係嗰日水勢比較急，流水洶湧奔騰。河邊企住一位好靚嘅後生女，望住佢水喺度嘆氣，進退兩難，既想過河，但又唔敢行。當時周圍都冇人，淨係得一休禪師同佢嘅徒弟喺旁邊。於是一休禪師出於慈悲，對嗰位年輕女子講，叫佢攬住禪師條頸，然後自己就將佢孭過河。呢件事之後，禪師一早已經唔記得嘅，但係嗰位徒弟就一直記掛喺心入邊。徒弟內心仲有男女之分，對世間一切起咗上嘅執着，將乜嘢係可以，乜嘢係唔可以視為有正位之別。佢執着於女色之上，雖然未曾親身接觸過，但喺徒弟心入面卻一直掛住佢好幾個月。所以離一切想就係要靜觀萬物，心境自在，無所執着。過咗一段時間，徒弟終於忍唔住就問禪師：禪修行者係咪應該要遠離色相？禪師嚴肅咁答：係啊。徒弟再問：既然係咁，師父，點解當日仲要孭嗰個女子過河？一休禪師聽完之後，輕輕嘆咗一口氣，話：啊，原來你仲將佢孭喺心入面啊！師父，我明明知道應該放下，可是我就是放不下。為什麼我放不下？跟住禪師平靜咁解釋話：我只不過係將嗰位女子由河呢一邊孭到另一邊，當下就已經放低，但係你卻一直將佢孭喺心入面。呢個正正就係你內心嘅執着。呢個禪宗嘅故事說明咗，禪師係離一切相，而徒弟就係着想而行。所謂離一切相，唔係匿埋喺深山叢林入面，唔見任何一個女色，眼不見為淨，而係心境光明磊落。